你好啊咁多位，大家見唔見到其實我呢一嚿金色嘅嘢係咩嚟？咩啊？天空？我數1、2、3打一次，1、2、3。零，係啦，佢就係蛇啦，因為佢都係一個埃及嘅一個好主要嘅一個signature啦。咁大家見到我呢一個咁金碧輝煌啊，咁 metal 嘅感覺，大家覺得呢一 part 係咩 part 啊？以下落嚟呢兩首歌咧係大家耳熟能詳啦。如果年資有翻咁上下，I mean 追我嘅年資啊，追我嘅年資有翻咁上下嘅信徒咧，都應該會有睇過我呢兩隻歌嘅 live performance 嘅。但係咧，我重新將佢 rearrange 咗，希望大家中意。